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云端的属灵的家人，大家平安。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了劳苦重担，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基督一个邀请跟应许的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当亲近我，我必使你们得安息。”今天主日，我要跟大家分享主堂教会攻读神主耶稣基督所应许一个美丽的图像，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如何医治一个被鬼附18年的女人。她是驼背18年的苦毒的女人，但是主耶稣基督按着她的驼背，拿掉她的重担，让她能够重新抬头挺胸。让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跟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我需要你，求你为我再造清洁的心，让我里面有正直的灵，并赐给我喜乐、自由的灵来扶持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拯救人的神。耶稣经常在他服事的过程当中，在安息日进到圣殿。我深深相信，当时的每一个安息日，主耶稣必然带着他的门徒进到会堂敬拜上帝之外，也重新诠释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可贵的话语，并让所有边缘人、弱势者跟劳苦担重担的人，在上帝的喜年跟福音的信息当中得到释放。让我们邀请主耶稣基督，在每一个复活的主日都与我们同在，如同在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医治了那一个手被枯干的人。那今天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第13章，主耶稣基督再一次进入到会堂，当他看见一个还没有开口祷告，但是耶稣基督看到他就有怜悯的心，就跟他说：“女儿，你的病得医治。”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神要对我们讲什么样的话语？盼望圣灵也将这种得释放、人重新抬头挺胸，能够在神跟世界抬头挺胸，来见证上帝自己的荣耀。愿这一个主日带给我们新的生命。今天在路加福音第13章，他谈到了一个被鬼附跟驼背的妇人，他罹患这个疾病，照着路加的记载已经18年，但是路加并没有很深刻的记载他被鬼附的情境。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谈到的撒旦一个不洁的灵如何附在一个妇女当中。这一个鬼附的情境也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心灵被深深的捆绑，是一种心灵的疾病，让人抬不起头来。在这个社会上，他是在重担压迫之下，已经抬不起头来，也看清自己没有一种荣耀的自我的形象的人。盼望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情境的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灵在今天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主日的盼望，也临到每一个教会跟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来反照我们自己，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渴求主耶稣基督按他的手，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驼背抬不起头来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医治。路加福音在他自己的福音书当中记载这一段的故事，他用3个简短的字来描述了这一个人他所遇到一个属灵的情境。经文如此说：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都直不起来。这里面谈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她的灵受干扰。在这圣经的原文，他说 pneuma echo， 就是他的灵是深深的被抓住。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他被焦虑、被恐惧、被害怕、被自卑、
被许多在社会阶级当中所重担压迫、抬不起头的人。今天这个经文就是如此来描述这个女人。她说一个灵，这个灵字其实就跟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上帝将他的灵那一口气吹入到亚当的身上 ，pneuma 这一个灵就是来自于上帝的灵，所以环照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的灵是应该是健康的。但是如果这个灵被邪恶的力量抓住了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成为一个被干扰、被搅扰的人，让我们甚至重担压心头。他说病了18年，这个病这一个字意思就失去了能力，失去了力量，不再成为一个有能力有力量的人。反观在今天这种许多的社会压力跟工作的情境当中，有多少人有焦虑，有多少人在许多的重担当中已经喘不过气来。如果我们是这种的情境受伤的人，盼望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我需要你。让我们在主耶稣的圣名当中说哈利路亚，主耶稣你是使人复活的神，你是医治这一个妇人的耶稣基督，你也是我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让自己的驼背腰弯直不起来的这种干扰，能够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重新站立起来。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说他心里面就住着一个干扰，紧紧抓住他的灵。我们反照今天的祷告，诗篇51篇，大卫说：“求你赐给我自由的灵。”我们要安守在自己的心灵当中，我们跟神说：“神呢，有一种干扰的恶势力、黑暗的权柄，它捆绑了你所赐给我的，来自于上帝原来创造的那一个 pneuma， 就是神所赐给我的圣灵那一口圣洁的灵。”主耶稣这一个邪灵，这个黑暗的权势，他重重的压着我的心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他离开我自己的生命，让我软弱的生命能够重新得着力量。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应许，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用祷告来读神的话语，用祷告来读神的话语，并用神的话语来做宣告跟祷告，斥责那个捆绑我们许久的，在心灵当中环绕、干扰、捆绑我们的黑暗的权势。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说，从今天开始，你不得再干扰我的生命。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成为一个属灵的穿着属灵的军装来为主而活。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当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不再听到那种干扰的声音。Pneuma echo 这个字，它叫做抓住，它是希腊文，来自一个希腊神话的一个神的名字，叫做 echo， 就是在山谷当中的一个精灵，它经常在山谷当中传有它的声音回响。这个字也在英文的字被引用成为回响，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我们经常有时候有意无意当中会听到一种负面的声音，听到一种干扰的声音，听到一种拦阻的声音，让我们所听的声音不再是那么的清楚神的应许跟神的扶持的声音。如同以利亚，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听到的就是绝望，他就去躲在山洞里面。那我们的上帝就跟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我们的上帝就兼顾他说：“你出来站在我的面前。”根据以利亚他自己的回忆，他说当时有地震的声音，有狂风的声音，但是在这个声音的背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应该学习，不是聆听那种黑暗权势对我们讲的干扰的回声，紧紧压住我们、困扰我们的声音，而是专心的、谦卑的、安静的聆听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所讲的应许的话语。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拒绝我们的灵性，拒绝被干扰。我们在神的面前，当记得我们是全能的神的孩子，
全能的神的孩子就不再是软弱者。我们在神的面前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学习如同耶稣基督展开他的双手在十字架上，他宣告我已经胜过这世界。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带着勇气来做这种的祷告，也愿今天的这个经文带给我们许多信仰的反省。我们虽然有些人没有这种，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鬼附的情境，但是事实上我们可能也面对一种现代化的鬼附，就是被精神疾病所附着，或者被许多的情欲许多错误的负面的思想所环绕捆绑，这也是另外一种的鬼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不是来自于神喜悦的话语，我们经常我们的灵就会被那种 echo 所干扰。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记得，主耶稣今天带来了他的医治，这个医治象征的健康，这个医治象征的神的喜年，神的宣告，神的福音将临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所宣告的是天国的福音，这一个医治代表拯救，这个医治也代表释放，这个医治也代表了让人得自由。更重要的，今天的故事，耶稣让这个18年来弯腰驼背，在人的面前从来没有办法抬头挺胸，用上帝的荣光来面对他周遭的人。但是上帝今天按手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主耶稣基督重新带来的天父所给我们的 doxa，就是来自于上帝自己荣耀的形象。上帝的荣耀在圣经他称之为 doxa， 就是一种神的荣耀，圣洁的荣耀就降临在人的身上。他曾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山上宝训说，耶稣在山上变了貌，耶稣也将神的荣耀在今天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今天神的话语带给我们两个祷告。第一个，我们来跟神求说，主耶稣，你赐给这一个弯腰驼背的妇女，你带给她这种抬头挺胸、顶天立地，带着神的荣耀的这种新的形象，生命健康的图像。主耶稣基督今天也赐给我他所拥有的生命的新的形象，今天我也要有。主耶稣，如果我身上带着这种重担，带着苦毒困扰着我的心思意念，重担压着我的背，让我抬不起头来。今天我伸手呼叫我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求你伸你的手引领我，扶持我，拯救我。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同享主耶稣所带来的救恩，让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话语，让我们跟神说，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需要。1个月前我跟大家读的是路加福音第6章，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他的手是一种伸不出来的手，他的手是没有能力的人，没有能力的手。今天我们在做礼拜，如同这一个驼背的妇人一样，我们也要跟神说，神啊，我要伸出一个祷告的手，我要伸出一个手，成为有能力，如同摩西，当他在西乃山上遇到的你就变化他手上所拿的牧羊人的拐杖，就变成上帝国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权柄的上帝的杖。我的手从今天以后将如同摩西手上的杖，有神的权柄跟荣耀与我同在。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重新站起来，哪怕此刻我们仍然带着重担，我们就如同这被耶稣基督呼召的这个枯干的手的人，被鬼附的人，被鬼附的18年的这个妇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重新站起来，我们带着谦卑，带着敬畏的心，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恳求你怜悯我，按手在我重担压心头的弯腰驼背的身上。主耶稣今天他必然如同2000年跟这个女人所说的话一样，他必然跟我说，孩子，今天你脱离了心灵跟肉体的疾病，
这个就是福音。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神差遣他，膏抹他，就是宣告穷人有福音被捆绑的人将得自由。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伸出我们的双手来祷告。我们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赞美你，今天你的拯救，今天你的医治必然临到我的家庭，并临到我的亲人，甚至临到我这个抬不起头来的这个人。什么事情会使人弯腰驼背呢？什么事情会让人绝望、自卑、抬不起头呢？或许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干扰我们的一些心思意念，或者苦毒我们的一些想法，或者许多的失败，让我们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是一个无力感的人。所有的社会的阶级跟社会的工作的重担跟压力，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loser， 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是一个自卑的人。让我们从自卑重新得到盼望，让我们从弯腰驼背重新站起来，抬头挺胸来仰望我们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祷告就是呼求耶稣基督。那你的祷告呢？你是否也有这种驼背的图像在你的心里面呢？你是否仍然有一个声音，如同 pneuma echo， 就是一种干扰的声音，一种负面的想法，一直环绕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斥责这种干扰的灵、撒旦的灵、不洁的灵，攻击天父上帝孩子的灵，离开你的家庭跟你的生命。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谦卑的在耶稣基督面前说：主耶稣，求你按手在我的驼背。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等候，我们在耶稣面前祷告，将我们的抬不起头来的脸，我们就跟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求你怜悯我。保罗也曾经有这种的苦读，他说：我真是苦啊，在我里面有一个人。各位弟兄姐妹，凡是人类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凡人类来这个世界上，都可能会遇到重担压心头。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宣告：我不再做那种抬不起头来的人。我们按手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祷告说：主耶稣，在我里面有一个没有信心的小孩子。主耶稣，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被干扰的灵，原来是应该是神荣耀充满的属神光明的孩子，但是主耶稣在我的生命的情境过程当中，一再的跌倒，一再的创伤。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让我这个站不起来的人，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呼唤，你伸出你的手，你拥抱我，让我驼背的过去的生命救得饶我。这个驼背的人能够在今天得到我主耶稣基督你的医治。主耶稣，你拥抱我。主耶稣，我渴望也能够拥抱你，跟主耶稣说：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你活在我的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聆听到主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按着自己的手跟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我邀请你进到我的里面。从今天开始，不再是那个弯腰驼背的我，不再是那个自卑的我，不再是那个绝望的我，不再是那经常听到一种虚幻的干扰的打搅的声音。主耶稣基督，今天唯独听到我牧者的声音，就是主耶稣你所带来的信心、盼望跟慈爱，让你复活的灵掌权，让你复活的灵在我的心里面掌权。我要因着你住在我的里面，我的失去了盼望的人生，要重新的再一次的活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为你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求上帝也聆听我为你们的祷告。因为今天的讲道是带着祷告来为各位弟兄姐妹的一起的邀请，让我们能够彼此见证。当我们
听的人跟宣讲的人，宣讲的人跟听的人都一样，能够在神荣耀的宝座前抬头挺胸，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新的一个图像。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故事，今天的经文当中，第二个祷告就是恳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一个新的生命的图像赐给我们。因为保罗说，凡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将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基督曾经带着荣光，他在山上变貌的那种故事，也就是应许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他必将天父上帝的荣耀也赏赐给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是我们生命重新开始的一个旅程。从今天开始，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我们何去何从，都带着神自己的荣耀，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着。让我们抬头挺胸，顶天立地。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你亲自用你的需求向耶稣基督祷告。当耶稣基督在你的身边的时候，耶稣说：“我的孩子，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用担心，我们就肯定的跟你的主耶稣，跟我们的主耶稣说：“主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为我按手。”愿今天这个故事跟经文，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能够如何在神的面前抬头挺胸。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新的形象！记得，当我们试着抬头挺胸的时候，就是记得我们的天父上帝将他自己荣耀的形象，就再一次的造就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的天父上帝也必用他的完全跟他的荣耀穿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穿着一个圣洁的新衣，抬头挺胸，顶天立地。各位弟兄姐妹，有一幅很漂亮的图像，就如同在山峰巅峰上的生命树，有许多老树，它们千年百年在山上那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从小小的种子慢慢的长成为千年百年的树。台湾的森林里面有多少棵是几百年几千年的红桧，这些桧木就在整个台湾的山脉当中见证了上帝所赐的那种挺拔的生命。我们的人类也能够跟这种生命树一样，当我们看到这种生命树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十字架让我们顶天立地，化苦难为荣耀，化羞愧为神的权柄。各位弟兄姐妹，如同神所栽种在他自己的伊甸园，如同神所栽种在山冈上的这一棵树，我们天天的呼吸着天地的正气，我们天天的呼吸天地的正气，所以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形象。每一天早晨，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自己的窗口，站在我们的屋子里面，我们迎向着今天的朝阳，我们跟神说：神啊，你的荣耀通过这个窗户，神啊，你的荣耀就进到我的生命当中。当我抬头仰望你的荣耀的时候，天天都是如此。主耶稣，你的荣耀如同晨曦，越来越明亮，直到日正当中。主必让他的荣耀进到我们生命的黑暗处。我们呼吸天地的正气，是如同大卫他祷告说：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请记得大卫的这个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耶和华我的上主，求你赐给我清洁的心，为我造，再一次的为我造正直的灵。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荣耀的孩子，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不是偷偷捏捏，不是抬不起头来的人。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更应该像耶稣基督，我们是在审判之前仍然勇往直前，说：是的，我是生命的君王，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真理而做见证。愿耶稣基督征服了罗马帝国那种在审判台前为上帝做宣告，我是为真理做见证，这种的雄心，
这种的雄赳赳气昂昂的这种的这种勇气。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手上的精兵，让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的祷告蒙垂听。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说，在我不能，但是主耶稣，我岂能让你的名羞愧吗？主耶稣，我岂能够在弯腰驼背让你的名羞愧吗？我岂能够在弯腰驼背让我的天父抬不起头来吗？主耶稣，求你怜悯我，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求你做我的拯救者。当大卫祷告结束的时候，他就宣告说：我的上主，你是拯救我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一起读完了神的话语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按你的手在你自己的心开上，你就宣告说：我的上主，你是我拯救我的神，从今时直到永远，直到世界的尽头。各位弟兄姐妹，神必为你跟我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也是坚固的灵，也是自由的灵，也是喜乐的灵。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乐意的灵，我乐意为你背十字架，我乐意为你而活，我乐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为义受苦，我乐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能够做一个不妥协、真正的勇往直前的基督徒。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说神你所喜欢的话语，做神你所喜欢的事情，走神你所要我走的道路，迈向健康的未来，拥有心灵的健康。天父上帝，这是我今天的祷告，求你赐给我健康的未来，求你赐给我抬头挺胸健康的心灵，为你走向世界。举起耶稣基督的手，斥责黑暗的权势跟所有的负面的思想，离开我的教会，离开我的家庭，离开我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上。每到任何一个之处，每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愿意为耶稣基督举起双手来宣告：黑暗的势力离开神所创造美丽的新世界。赞美主，让我们今天开始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举起祷告的手，到处宣告这种正面的、抬头挺胸的新的心思意念。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有许多的家人在云端的世界里面，在天涯海角，在每一个地方。虽然我们可能终其一生未曾相见，但是主耶稣，我们是你所设立的教会，恳求你用你自己的应许跟圣经的话语，能够医治驼背的教会，医治驼背的基督徒，让我们今天重新因着耶稣基督你的荣耀，我们就带着上帝的荣耀，因着耶稣基督你按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重新又活过来。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为你而活，愿你的荣耀跟十字架的荣光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被看见。我们在你的面前将我们自己摆上，如同无比恶语，恳求主耶稣你为我们按手祝圣，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给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祝福。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